小蜜，按压雷，奏得耳衰。啊！我说按压雷，奏得耳衰，已经很晚了，赶快睡觉。哦，很晚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很早哎。喊按奏还很早，已经10点多了哎。按压雷，奏得耳衰。啊！可是我们精神很好哎，就像刚起床一样啊。平常你们9点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哈欠想睡觉了哎。小蜜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下午喝的饮料啊？你说你们喝了冰箱的饮料？苦苦的，又甜甜的，还有牛奶的味道哦。你们喝了我买的咖啡？原来喝咖啡会变得很有精神哦。那我以后还要喝。不行啦，亮亮小蜜，咖啡喝太多对健康不好哦。而且你们是小朋友，小朋友还不行喝咖啡。哦，知道了。按压雷，奏得耳衰。还早啦，再玩一下嘛。喊按奏，不行啦，已经快11点了，赶快把玩具收一收，要睡觉喽。按压雷，奏得耳衰。这么晚了，早点睡啊！亮亮，按压雷，奏得耳衰。啊，再玩一下下啦。按压雷，奏得耳衰。明明才9点呢。已经9点了哎，你要赶快睡觉才会长大啊。好吧。喊按奏还早，喊按奏还早。彤彤姐姐，我们要出去玩了吗？喊按奏，再等一下喽。那彤彤姐姐，我们可以吃点心了吗？喊按奏，点心时间还没到呢。时钟，为什么不走快一点？按压雷，奏得耳衰。喊按奏，小朋友要早睡早起，才会长高长大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罗亮。